台东县金轮溪边的天然温泉，最近有人伫遐大爆棚，搁乌便所，有民众去检举。台东县政府是要求讲，得爱限期拆掉，卖以水利法来处罚。台东县太马地乡金轮溪今年天然温泉量真多，吸引真侪民众来洗温泉，连外国游客听到消息也来遮旅游。因过即马伫温泉边啊，所人大爆棚，家己串发电机，连米碗鼎拢砸来，抑搁伫咧边啊乌便所，拍算要长期住喺遮。因过这种行为，毋但是影响当地观光甲自然景观，抑搁会污染环境。民众认为天然温泉是公共财产，大爆棚敢若是要霸占。因为这是属于大家使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大家公共财的，它不能私自作为它一个长期扎营的地方。台东县政府讲，河川区域民众是袂当驶车入去，也袂用搭爆棚，接到检举了，已经请警方去处理。伫现场爆棚顶头搭限期拆除的公告。因为水利法及河川管理法都有规定，车辆不能进入河川啊。那他在河川上搭建帐篷这件事已经违反了水利法。官府讲，这种行为依照水利法会当罚2500到5万以下的罚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